网络顶头有流传一张相片，这是美国国防部附近发生爆炸，而且高烟呛悬悬的相片。这个相片一出来了后，美国是拢带一条美国股市随大落，也毋过实际上，美国的五角大楼根本就无爆炸。若这张相片是 AI 合成做出来的，是假相片。有专家就讲 ，AI 做出来的图袂输敢若真的同款，确实会引起惊吓。画面一个见到边仔出现乌烟烧起来，伫推特上有不少小号陆续分享这张相片，讲是美国五角大楼附近发生爆炸。消息一出，引起国际关注。当地消防局普遍回应，五角大楼附近无爆炸是意外。那美国国防部也出面澄清，也毋过这张疑似由 AI 生成的假相片，煞互美国股票拔落波后来才个回升。会影响到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判断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比过去更重视查证图像有没有什么破绽，不是一个权威的来源，只是社群上流传的资讯，应该要先存疑。伫这个事件进前，网络上也会当看到一款影像，像美国前总统川普被逮捕，甲警方对立立角，也阁有俄罗斯总统普京伫家顶画面，拢是 AI 生成的假相片。那最近几年，事件的生成式 AI 会当真简单制作出像真的影像，这款其实真歹分辨的内容，所衍生的假信息传播，可能会带来经济社会各安定各层面的温忧。有心利用这样子的事件来攻击台湾的话，那么合理的判断是，它会搭配其他的威胁手段，对台进行外交打压、军事恫吓跟经济胁迫，同时搭配假错讯息的攻势，互相搭配的混合威胁，是台湾日后可能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。专家认为，当民主社会若惯视假信息的侵扰，民众会当有一定的警戒心，安尼类似事件的影响程度会降低。所以，台湾社会要强化民众对资讯甲媒体的识图能力，佮发展一定的反击能力，才会当阻止对方采取同款的攻势，降低类似的情况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